亲啊，继续要来讲早起吼，台北真是不止啊热。伫个交通部的大门口，有一场搁一场抗议的活动，范围是涵盖着陆海空。像讲有这个机车族要来争路权，有空拍族要来呼吁民航局开放自然人申请夜间的飞行，也搁有开放水域的联名，希望省水会当都罪化。头一场的抗议是中华邮政的子公司中华快递，也就是中华快递，因为薪水实在伤低了，所以发起罢工。加薪5000，拒养肥猫，拒养肥猫。中华快递公司员工发动罢工，超130个人来上班，徛点伫咧交通部前抗议长期计薪水问题，是因为中华邮政子公司太旧煞差这么多，真侪年来拢无法度调整。这个大乱是谁造成的？交通部，对不对？前一天工会和董事长协调无成，抗议活动超过一半。到现场的中华快递董事长洪包围调解，要求当场白纸黑字签调薪水承诺。如果没有调薪5000，我们就不走，对不对？请董事长签名，董事长签名，董事长签名。董事长黄金忠惊猛力紧离开，不过对罢工行动影响真烦恼。这个银行业务大概多少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业的资金调度的影响嘛哈，所以我们也对银行真的说非常的抱歉。抗议那中华快递伫咧交通部门口，有机车族、抗议的人和水域联名做伙陈情。交通解严，道路平权。机车族要争路权，要求开放自由跆转。奥多外上国道1月9号会徛起咧禁止机车行的中号西路，抗议的人嘛提出2大诉求，包括自然人申请暗时飞和换证签证唔免订好，开放水域联名是主张废掉观光条例，开放水域活动4大诉求，要求交通改检，即恐惊搁互交通部头壳摸你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